虐待囡仔案件不时在发生，即马就规定讲，若违反着儿少法的，拢着爱公告名声。不过民代质疑讲，各县市公布无统一的标准，有的是随公告就随摕落来，希望卫福部会当加强管理。画面当中，教保员求囡仔手骨，还有技术肾碎配状况。特别是北投一间托婴中心，后面台亚出教保员不当对待。虽然地检署受案了后，由负责专职检察官调向违反儿少法方向侦办，特别是社会局依法公布违法事项，包含托婴中心负责人的名字、甲教保员如何不当对待。不过民间团体发现，各县市公布内容不同，甚至有违法事情证明，所以是查无到的情形。之前我们协助一个桃园的托婴中心案件哈，它是一对双胞胎，那被打巴掌，然后之后呢，妈妈努力了很久，然后终于司法判决，但是我们在网站上找不到那2位的名字。民间团体指出，全台22县市违反儿少法公告是拢无共调。有的是资讯无够明确，有的甚至县市公布3年了后，搁雄雄摕落来，互家长无法度查询风险，或者是行为人到底做啥物，有可能互弊用一直发生。民间团体认为，这牵涉法源无够明确，希望卫福部应修法，加强保护儿少权益。这些人是应该要去提醒其他的家长的，就是避免他们就是流窜在各县市的一个状况。我认为法源不明确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落实最大的一个问题。民代呼吁一直传出虐待囡仔的代志，中央应该明确定出公布相关案件的标准。另外，说明的违法理由也要清楚，资讯要好查，甚至在侦办过程当中的案件，就算也可用上诉，司法系统应适时将资讯提供地方政府，避免不当对待一直发生。到这个为止，主管机关卫福部拢也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